街、Juicy9大件事，你有冇睇新聞？香港兩大超市惠康同百佳可能會合併。陳C9，你唔好嚇我啊！合併，惠康同百佳要變一家人，真定假啊？惠康背後係怡和集團，百佳係長和集團旗下嘅產業，怡和要收長和間百佳，以後香港買餸淨係得一間大財團話事。平時我買嘢，呢間平2蚊去呢間，嗰間有特價去嗰間。兩大超市鬥足咁多年，先有我哋街坊着數。一旦合併咗，仲有冇特價搶啊？價格咪一齊升？議員都驚市場壟斷，我哋普通師奶更加驚啊！不過行內人就話，而家網購咁方便，又可以送上門，送貨快仲好多優惠，傳統超市唔變唔得啦。想起我仲有張百佳券未用，今晚落街就用咗佢先。你有好多咩？一張10蚊咯。